各位兄姐，新年快乐！大家平安，这点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。请走个。
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，咱伫即日的中间要欢喜快乐。即只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20首，圣诗第20首。圣父上帝伫天顶，圣父上帝伫天顶，管理宇宙出命令，人类历史常改变，阮的生活快变迁，一代过了一代，主做阮徛起所在。咱三甲起立来吟。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。使徒圣经圣诗头前的13页，咱一声来念：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基督的阴内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独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这全能的父上帝大名，伊要对下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下面咱三个来看，今仔日看看所在课文第一篇，也是记载《申命记》第6课文第一篇。现着我来课，大家来用。以色列人要注意听。你。互恁通照上主恁列祖的上帝的应允。以色列人要注意听。恁要专心、专情、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。我今仔日命令恁遮的话，要记伫心内。无论伫厝内坐，伫路里行，佮伫别伫手里做记号，就写伫厝的门徛。这粒咱三角额头来祈祷。
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永远伫地，创造宇宙的万你的主，阮感谢你，搁一届呼召阮，伫新的一年的头一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互阮会当用懊恼甲感恩的心，伫遮向你献上阮无限的感谢。伫过去的一年当中，阮伫有意甲无意中犯着种种的罪，求主赦免，也赦免阮的骄傲，因为阮追求物质的欲望，只是阮无照主你的教示来行，无尊主最大。阮伫新的一年，伫主的面前，阮要定心立志，除去旧搁老的阮。恳求主，你使阮有一个新的心，你要将新的快乐、新的灵命赐予阮，互阮伫新的一年充满活泼的快乐，所做所行来学主你的模样，互阮会当用生命来见证、来荣光你的圣名，来利益伫人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伫过去一年当中，你保守看顾阮。虽然阮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有真侪改变，但是总是主，你对阮的疼拢无改变。伫新的一年，阮看见疫情也要真个得到控制。你保护台湾，或这2年来，你医护人员甲全面的配合你，生活也已经恢复自由，经济也恢复正常。我要感谢主的恩典甲保守。阮也看见教会虽然过去的几个月当中，虽然无牧者的时阵，阮犹原同心合一，互相扶持，大家互相体贴包容，互阮的信仰犹原起造，互你的旨意行伫遮。伫新的一年，阮也要将拼搏的过程完全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互新的牧者会当继续带领阮来这个地区，做盐做光，荣耀你的名。2022年已经过去了，2023年的今仔日也是新的开始。虽然阮面前犹原会拄着困难甲艰苦，阮坚信你犹原要引带阮、保护阮。阮也要专心倚靠你，求主保守伫新的一年，互阮拢有新的恩典甲祝福，互阮有新的信心来行新的一年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现在献歌队赞美。
因为咱来讲求上帝的话，今日欢喜警察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后书5章16节到21节，哥林多后书5章16节到21节，合本伫新约252页，白话汉语本伫206页，现代中文译本伫277页。现在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，所以，阮对打以后，无照肉体捌人，虽然捌照肉体捌基督，打以后无搁安尼捌伊，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那拢变成新的，各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，伊对基督，互咱甲伊搁好。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搁好的即份互阮，就是上帝踮伫基督，互世间甲伊搁好，无将因的罪过归伫因，也将搁好的道理交托阮。安尼，阮为着基督做亲戚，亲像上帝用阮劝恁，阮为着基督求恁甲上帝搁好。上帝互迄个无罪的替咱成做罪，是要互咱踮伫伊来成做上帝的义。以上下面讲到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题目，基督来的新生命，咱请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互咱平安，让我们过了2022年。伫今仔日2023年1月1號，一年的第一日，互咱会当大家做伙组织来遮用感恩的心来敬拜咱的主上帝。所以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以前，咱先做伙压头来祈禱。大權能的主上帝，願用感恩的心來就近你，願你親自對阮講話。懇求上帝你透過以下聖經信息的分享，你互阮更較清楚你对阮的聽，你对阮的旨意，你也呼召阮所愛做的代志。
你拢互阮会当清楚来明白，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帮助阮会当透过你所修饰阮圣经的话，互阮亲身来听见你向阮所讲的话。阮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予主你来带领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经节，那咱在座伫教会几若十档的兄弟，应该拢真熟悉今仔日所读的经节，因为有10个牧师，可能有9个牧师，拢捌用今仔日咱所读圣经的经节，正做一年的第一个主日的经节。来讲道，来分享信息。咱知影今仔日咱所读的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16节到21节，所讲的主题就是基督内面的新的生命。咱伫基督内面的新的生命，讲到这个新，过新年的这个新，其实你我拢同款，也牧师姓叶，无可能过一个新年就姓蔡。虽然讲这个叶这个字常常去互人念做蔡静安，啊，我无打药啦，对细汉拢安尼。蔡静安，蔡静安在哪里？啊，我都爱举手讲，老师，我姓叶，叶子的叶。但是咱过一年，你犹原是你。但是这个新代表什么？新生命的这个新代表什么？就是改变、更新的新，更新的新。咱讲会记得，咱若兄弟有开车的，你第一台车，你敢阁会记得？咱常常学开车了后，可能爸母也是咱的兄哥阿姐，拄啊好有一台旧车，就会讲啊，你学驶车啦吼，惊讲买新车弄着无彩，所以这台旧车先互你开看卖，也是这台旧车就送你。这是我第一台车，1993年的 Toyota Camry。啊，当然，我开的时阵已经2003年啊，10档的车，讲新无算新，讲旧阁真好开。哦，阁后来我开，煞只阁开7档啦，哦，开到30几公里，30外万公里啦，哦，所以真好，真好的一台车。但是你知影，这台车旧还旧，但是咧，当咱开着这台车了后，对无车通开，买物件拢爱人载，拢爱拜托人讲啊，我要去倒位，敢会当载我一逝？啊是讲要出去佚佗，迄当阵还未结婚，带女朋友去佚佗，就来拜托阿姐讲，敢会当借我开这台车？但是有这台旧车了后咧，生活拢改变啊！要去倒位就去倒位，毋免去拜托别人开车载。毋免需要开车，毋免阁甲人借车，生活改变啊，新的生活方式啊。当然，迄当时是为着读册啦，吼，为着读册，吼，开车拢爱开1点钟去上课，吼，所以就有即台车，一台旧车，但是犹原会当改变你的生活方式。这就是咱所讲的新的生命的意思。信主了后，有人讲信主了后个性大改变，但是真足来想，敢是真正你的个性改变？激性的人犹原激性，爱
爱插代志的人犹原真鸡婆，但是咧，你发现讲你真急性的人，却变做伫教会上热心的；爱插代志的人，却变做教会内底上努力去引带朋友来到教会的人。你犹原是你，但是你已经有一个新的生活形态，这叫做新的生命。所以，咱今仔所读到《哥林多后书》5章17节，就互咱知影讲，所以人若踮伫基督，就是做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胆拢变做新的。那这个华语讲吼，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临。叫一个已经过去，这个已经就是通过信心，咱结连伫主耶稣基督，互咱得到生命的更新。但是这个更新，咱讲有基督的生命，就成做新创造的人。所以，咱的新的生命，毋是靠咱家己努力。莫想讲，你平常时偌成功，还是你成绩较好，还是你较巧，还是你是白富美，还是高帅富，你就上帝就互你生命更新。无，这咱生命会当改变，这拢是因为耶稣基督大声听咱，伊接纳咱。互咱甲伊的关系会当改变。即个咱基督徒甲主耶稣基督结连的生命，毋是在伫咱外表外在的条件。即款基督徒甲主耶稣基督结连的生命，是内心真正谦卑顺服伫主。无过是靠着家己，是愿意完全来顺服，完全来跟随。上帝毋是看人的外表，是看咱的内心。所以保罗伫今仔日的经节讲，咱过去是用肉体来捌上帝，但是打了后，咱无过是用肉体，因为咱体会到。当你谦卑，互上帝来引带，谦卑顺服，你较发现讲啊，我以前拢想讲爱靠家己，结果咧辛苦啊要害，佮无拄拄过了较快乐。但是你愿意专心谦卑，互上帝来引带，你发现讲哇，原来生活遐尼简单。我有甲咱中间有几个中级分享过。叶牧师1999年新南医毕业，迄当阵热噗噗，到伫即马犹原无冷啦吼。但是足长的期间，我发现讲，迄是即马我的体会。以前我想讲伫教会服侍，就是要办真侪活动。规工家己创啊真无用，然后咧，这煞变做有小可情绪勒索，就想讲，安尼会友一定足听话，上好是安尼，一呼，大家都跟随。但是我即马可能甲年纪有关系，我较发现讲，其实教会需要是啥物？咱来到伫遮，咱感受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你感受你受着接纳。你感受讲，你拜一到拜六经历非常多，心中艰苦。你礼拜来到伫遮，大家做伙敬拜上帝，你感觉是款偷棒，你感觉真轻松，你感觉你毋免亲像拜一到拜五工作，爱挂一个面具。你来遮，你会当活出你家己。
你的伤心事，你会当分享，你的欠亏，你会当互兄弟姊妹知，请因替你祈祷。教会就遐尼简单，结果牧师安尼20几档安尼辛苦啊要害，到50岁较体会着，就伊遐这。上帝是监察咱的心的上帝，伊看到咱的心，你敢是真正愿意互伊来引带，也是讲你是只是靠着家己，靠着家己的能力，就家己伫工作顶面共款，靠着能力拍拼，要爬悬，要得到利益，伊拢看真明显。也是伊看到咱敢是愿意谦卑，互伊来引带，讲主啊，我无才调，只有互你来引带我。主啊，我无办法，求你帮助我。上帝是监察人的心的上帝。罗马书5章80到90，保罗也安尼讲。但是上帝对咱显示了什么是无比的疼。当咱犹原是罪人的时阵，基督已经为咱来死。今仔日上帝疼咱，神爱世人，不是讲神爱世上成功的人，不是。上帝疼世间人，当咱犹原是罪人的时阵，讲啊这讲啊较严重。当咱充满欠缺的时阵，当你感觉家己有真侪缺点的时阵，上帝已经疼咱啊！这就是恩典，这就是咱爱感谢上帝的所在。所以马丁路德，这个宗教改革，欧洲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，伊伫伊所写的教理文达中间。伊讲就讲，咱迄个充满罪性、甲邪恶、欲望的旧的我，伫洗礼的水以及每一天的反省甲悔改的中间来死去。迄个旧的我，伫洗礼的水，甲咱每一天的反省甲悔改中，迄个旧的我就死去啊！毋是讲。洗礼了后，必公于一役。这三民主义咱背啊，必公于一役，毋是哦。应该说无拄拄，因为咱犹原是软弱的，咱需要每一天的反省，每一天的悔改，互咱迄个旧的我会当死去，活出新的生命。什么是旧的我？就是自我做中心的生活，想拢是我家己，我家己。当你自我做中心的时阵，互人讲 Mr. Right， 这英文讲 Mr. Right 就是找到迄个真好的迄个翁婿，叫做 Mr. Right。有一个故事是讲一个查某囡仔，伊结婚了后，人问讲你迄个 Mr. Right。right 就正确啦 ，Mr. Right。你甲你迄个 Mr. Right 结婚了后，生活敢幸福？伊讲啊，我结婚了后，他发现讲，伊姓 Right， 但是伊的名叫啥物 ？Always Right。阿爸，即个翁前阿爸讲啥物拢是伊对，啊，煞无爱听太太的声音，所以咱在做先生的，爱较体贴，你的另外一半，你的在做太太的嘛是同款，莫讲I am always right， 我总是对的，这倒是迄个英文的笑话啦，Mr. Right， 这是伊的姓，若讲伊的名叫做 always， 就害啊，永远拢是对啦，安怎生活落去？自我做中心，这就是旧的生命。当你自我做中心，你就忽略着上帝的旨意，甚至有可能为着坚持自我，煞背逆上帝。什么叫做新的生命？就是旧的生命的倒变。
掠上帝做中心的生命。你想是我生活，我活地，我有上帝交代我的旨意，有上帝给我的使命，所以家己的意念、生活目标的实现，咱总是有咱生活的目标，但是这个生活的目标，甲上帝交托予咱的旨意、咱的使命，是做伙的，家己的生活目标的实现，则互上帝旨意成全来取代，变做你活是为着上帝。讲到这，你会感觉足神圣、足神圣。安尼我活要创啥？其实，当你生活的目标甲上帝的旨意所变做同款的时阵，当你工作无过是干那想着家己的利益，你是讲我会当服务着人，我会当见证上帝伫我身上予我的更新的生命。安尼，你生活的目标甲上帝交代咱的使命就是同款的，这叫新的生命。所以保罗讲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拢变成新的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，阁有讲到甲上帝和好。咱知影人的自我做中心，甲人迄个犯罪的欲望，拢破坏了人甲上帝的关系。但是上帝道成肉体，成做耶稣，照着耶稣伫十字架顶面所带来的救赎，上帝本身替咱承受迄个咱人应该爱承担的迄个刑罚，迄个死，互咱会当重新甲上帝来和好，互咱伫上帝面前成做无罪之身。所以顶边牧师讲到，咱是领受上帝赦免的罪人。咱的罪得到上帝所赦免啊，但是咧，莫袂记住，咱人有欠缺，咱人是有限，所以一不小心，咱永远有可能来犯罪。所以咱每一天爱定睛来活，咱每一天爱有反省的心，但是咱毋免阁为着罪来成做罪人。因为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。这是这个一体两面啦。咱的罪得到赦免，咱无过是罪人，但是咱有欠缺，咱难免有个人的欲望，有可能会犯罪。所以咱爱反省，每一天反省咱家己，咱也爱有一个较谦卑的心，互上帝来带领，互上帝来指示咱的欠缺。上一页，我啉着，好，咱知影无论一个人外在有形物质的条件是怎样，咱拢是照着上帝的恩典来成做互上帝无条件接纳的宝贵的生命。所以咱莫看轻咱家己。但是咱也袂当骄傲，咱莫看轻家己，是因为上帝疼你疼我，咱是上帝所宝贝的囝儿查某囝，所以咱莫看轻家己。但是咱嘛袂当伤过看重家己，想讲家己是偌重要，想讲即个世界拢是为着我伫遐说，无啦。是上帝是世界的中心。来以下这新生命也带予咱一个新的人生观。
就是咱原本可能旧的生活态度是追求咱家己会当食饱，咱的家庭会当食饱，咱生活会当较富裕，也是讲咱会当成做别人眼中成功的人，也是咱生活会当安定，这拢是为着家己。但是新的人生观，基督徒新的生命所追求的是啥物？是上帝的旨意，甲上帝交代的使命，透过咱，伫咱的工作、咱的家庭生活、咱甲朋友的社交中间，以及咱教会生活中，咱来实践。落去遐济。新生命，基督徒的新生命，带予咱新的人生观，也互咱用新的眼光来看咱四周围的人。以前教会常常拢会吟一首歌，叫做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，刚好对无？然后以前甚至有的教会每一个主日拢会唱这首。最后一句是啥物？因为伫你内面有主的荣美，我用主的听声心来听你。因为伫你的内面，我看见主的荣美。这就是对人的态度的改变。可能咱难免有的人讲频率很合，频率不合；有的人你安怎看都感觉伊怪怪。但是当你有信仰，就算即个人你感觉甲我个性无啥合，但是咧，你伫伊的心上，伊是你的兄弟姊妹咧，你伫伊的心上，你若会当看见主上帝的荣美伫伊的心上。创世纪讲，人是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，就是即个意思啦。讲买买买，也有一波塔，敢有听过即句话？买买买嘛有一波塔。每一个人拢有优点。咱基督徒的新生命，因为上帝的听，互咱愿意去发觉你所面对的人身上的优点。迄个缺点咧，你着包容，讲人啦，难免啦，讲这是伊的个性啦，不要紧啦，无啥物大风害，不要紧啦。这就是生命的改变。以前你会感觉讲我一定要甲我频率合的人做伙，但是较有年纪了后，你发现讲，即个人嘛真趣味咧，虽然讲有时阵惹我真受气，但是感觉有时阵嘛真趣味，甲伊做伙嘛真趣味。这叫做对人的态度的改变，互你更较包容，互你更会当更较会当欣赏着别人的优点。这也是咱基督信仰伫你的心上会当显现的重要的一部分。看人的对人的态度来改变，因为咱看见咱四周围的兄弟姊妹，同款是上帝所听的，也同款为着咱四周围遮的人的罪的赦免，耶稣献家己伫十字架顶面。这叫做基督徒的人际观。咱的兄弟姊妹，不管你介意无介意，不管家己好还是无好，伊拢是耶稣为着伊来顶十字架，亲像耶稣为着我顶十字架同款。伊身上有上帝的形象，亲像我也同款。创世纪所讲的，所以咱爱彼此相听，彼此相包容。所以这毋是唱高调，这是咱信仰最重要的一个核心。伫别人的心上看见上帝又愿听伊。所以讲耶稣讲，上帝出一头，照好人也照歹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基督徒讲着赦免
的中心点。今仔日咱赦免别人，毋是家己偌高，毋是家己即个修养偌好，是因为你看见上帝听伊也听我，你看见伊是上帝所听的。来兄弟，咱无过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人，咱无过是用共款无共款来分别对别人怎样对待，咱也无过用外在有形主观的标准来判断别人，因为有上帝的听伫咱的中间，因为咱体会到上帝的听。来兄弟，甲基督好好的新生命，也互咱的言语、行为来得到改变。因为当你我认捌上帝了后，当你我经验到上帝的听了后，咱发现讲，咱所讲所行是为着荣光上帝，毋是为着家己得到好处。亲像讲人的恶恼，也是物质的利益。咱所讲所行是要荣光上帝。当你安尼想的时阵，你就袂做互人看，因为做互人看，难免会露出马脚。啊，规工烦恼露出马脚，啊说生活拢伫遐烦恼，啊露出马脚怎么办？哦，最近有一寡教会，哦，咱这个新闻、综艺新闻，有迄个教会的负面消息，你看，是要所讲所行，若为着家己的利益，到后来就变做假，但是假会当假偌久？到后来代志别空了后，哇！你看新闻、综艺新闻报啊遐歹听，迄个某一个即个演员歌星，组织的一间教会最近有负面新闻。咱发现就是咱爱活出真实的家己，咱知影家己所讲所行是为着荣光上帝，自然咱就袂走抓。咱也是爱互四周的人，通过咱所讲所行，也会当看见上帝的听甲稳定。来兄弟，伫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的圣经信息分享，咱就爱来搁一遍提醒咱家己，人生的目的是啥物？长老教会的神学最重要的是魏斯敏斯德，信仰告白，甲魏斯敏斯德大小要理问答，这是问道理的时阵用的，甲教导的时阵用的，这个教理问答。魏斯敏斯德这个小教理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：人生人的主要目的是啥物？问题：人的主要目的是啥物？回答：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荣光上帝，佮永远为着这来欢喜，荣光上帝，并且永远为着这来欢喜。来兄弟，愿咱拢会当透过咱所讲所行，互众人会当看到上帝的荣光，并且伫咱所讲所行的中间，咱会当结出圣神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忠信、温柔、准则。来兄弟，咱做伙来伫生活中间活出咱的信仰，也彼此相鼓励，彼此相好款待，互咱会当为主来做见证。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疼的主上帝，阮实在感谢你，感谢你，互阮伫一年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，
你互阮搁一遍得到提醒，阮人生的目的是啥物？主啊，愿主你互阮会当透过阮平常时所讲的话，阮所行的代志，会当荣光主你。也互阮会当透过彼此相好款待，彼此相包容，彼此相疼痛，互阮会当伫即个属灵的大家庭中间，阮会当活出你的疼，也会当享受主你的疼。主啊，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做工。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咱三个来吟回应的圣诗，圣诗184首，圣诗184首。上帝疼叹哪会遐大？上帝疼叹哪会遐大？欢喜喜乐，互我，经我卑微小可的人，互我甲伊共活。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深信我靠，会得伊保守，会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会保守直到迄日。咱三个起立来吟。请坐。下面奉献，咱请吉兰执事甲秋妹执事来出现。
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咱先开周报。咱来看这边报告事项，第一项，今日咱感谢叶建南牧师来讲道，愿主祝福叶牧师所做的工。下周1月7日，共款叶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信仰的坚持。经文是雅各书第1章第20到18节。第三项，2023年1月7日，咱礼拜结束了后，要来收这圣诞的布置甲年度的大扫除哈。咱邀请兄弟共同来参与，有请秋妹执事来统筹规划。第四，2023年1月16日，七星中会上午10点，伫济南教会召开第72届第2次的会议。第四，12月18，咱12月18下午1点有小会议长黄春生牧师有召开小会。咱议决的事项，第一项，接纳成员会员郭亚伟姊妹会籍对本会转寄会团长老教会。第二，接纳成员会员温春珍姐妹会籍对双连教会转入来本会。第三点，2023年2月19日，咱要召开贺会甲圣礼典。1月29日会公告会员名册，办理2022年的决选案，甲2023年的预算案。选举2023年的检校员2名。第六项，新一季的2023年1月到3月的新安宫手册。已经伫迄个公布栏下底遐吼，咱请兄弟来家己来刻。第七，牧师馆下边迄个大楼吼，讲要拆除吼，迄个开发公司有委请台北市个土木技师工会要来施工做鉴定，伫1月7日要来鉴定教会甲牧师馆的物况吼，来确认以后的施工的责任归属的依据。第八项，2023年1月到3月的施工分担表已经是公布伫迄个公布栏下底吼。咱再来看倒手边聚会活动的部分。主日礼拜上午10点，主日圣歌队练唱，主日上午8点45分。十间祈祷会，咱即摆目前是暂停吼。再来圣港事奉的部分，今日招待是谢松姐甲尤兰兄，插花是秋妹执事，青草是玉兰姐。下礼拜讲道叶建安牧师，书会是吉南执事，苏琴是谢文老师，领唱是于阳兄，书会是我本人甲玉洁执事，招待是现宗兄甲文龙兄，插花是梁长老，青草是明义长老。顶周人数甲奉献奉献统计的部分，咱家己看，有出入的来我，也是秋妹执事来更正吼。再来，咱来看正手边下底本周金句的部分，我用台语汉日本来读一遍，咱做伙读2遍，华语读1遍。所以人点入基督，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哪拢变成新的。来，咱做伙来读。所以人变人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哪拢变成新的。所以人变基督，就是新创造。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哪拢变成新的。没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造的人。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临。哥林多后书5章7节，咱有缘这个，咱大家互相请安问好。平安，平安。下面咱三个人上行395首。上行395首，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，
至圣天父，阮感谢你，受你因带甲你相见，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会，担得洗清。咱三角来吟，起日来吟，唱煞了后，咱请牧师来祝祷。伫新的一冬，咱每一日拢是新的一日。愿咱伫上帝的听的中间，咱每一日拢有更新的性命，用新的态度来彼此相对待，用新的态度来过每一日的日子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